来看台中乌日有一间私立的幼儿园哦，有民众检举讲老师虐待囡仔，警方跟教育局拢已经接到报案，台中地检署嘛展开侦办咯。也毋过人本基金会是表示讲，发生这款的代志，嘛爱关心囡仔佮家长的心理状态哦，嘛应该爱提供免费的咨询。这间伫台中市乌日区的私立幼儿园，互民众检举，若像发生不当对待囡仔的代志，也有人伫面册甲指控。警方证实已经受理4个家长的报案，随报台中地检署侦办。本辖学童遭不当管教案，本分局已授予当事人报案，报请台中地方检察署妇幼专责检察官指挥侦办。台中市教育局表示，29接到家长检举，着随去幼儿园稽查，甲监视画面早等查，也要求随家社老师停职，调开审查小组，决议要展开调查，会为中央人才资料库选调查小组的成员。乌日区某私立幼儿园发生疑似不当对待幼生案件，随即入园稽查，并且带回监视画面，也要求园方即日起暂停疑似行为人职务。30日中午，由审查小组讨论决议受理此案展开调查。幼儿园目前也未对外说明。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认为，校园虐待囡仔案件，市府除了爱查，也爱关注囡仔甲家长的心理创伤，要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。去寻求咨商的话，一定是费用非常的高，但是因为它是在学校里面发生的问题。好，所以我觉得，政府应该要站出来，因为政府有监督学校的责任。人本表示，即马卫福部的少年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，敢若限15岁到30岁的少年人，拄着压力甲歹情绪时，会当免费接受心理咨询3届。建议地方政府增加预算，互受虐待囡仔也通接受免费咨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